大家好，我係港財哥。今日我哋要拆解一單可以寫入史冊嘅商業機局。你試下想象一個畫面，你喺出面打生打死搞檔生意，你最大嘅競爭對手，一間身家幾千億嘅超級巨頭，行過埋嚟話要收購你。點知線交易最後告吹，個對手仲要硬生生賠足10億美金現金落你戶口。你冇聽錯，係10億美金訂煲費。呢筆錢唔單止幫你打通晒任督二脈，仲令你反轉頭將個對手撳喺地下摩擦，最後自己搞個680億美金估值嘅上市。呢個就係2025年最癲嘅 Fibma 上市神話。點解 Adobe 想用錢撳死對手，最後反而輸到一頸血？我哋今日就攞本數簿出嚟，同大家記清楚呢條數。講起 Adobe 呢間公司，做開設計或者拍片嘅手足一定唔會陌生，佢簡直係創意軟件界嘅霸主。有何碎片嘅特效到你平時碌 IG 睇到嘅廣告，背後全部都係 Adobe 嘅功勞。但係你諗深一層，Adobe 近呢幾年仲有冇真正打動人心嘅新功能？其實好多老細做生意做到某個規模，就會由真正做 product 變成一種買辦思維，即係左手交右手，靠資本去玩收購，而唔係落手落腳去優化件產品。Adobe 就是典型嘅例子。我哋翻開歷史條數睇下，早喺1994年，當時市面上有一隻好勁嘅畫圖軟件叫做 Freehand， 係 Adobe Illustrator 嘅死敵。Adobe 嗰陣時已經好識玩財技國同點樣搭棚，佢一睇到對手威脅到自己，第一時間唔係諗點樣寫好啲 code 去贏人，而係直接使錢買起 Freehand 嘅母公司。當時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睇唔過眼，俾 Adobe 買返 Freehand 出去，仲下令佢10年內唔准再買。結果去到2005年，咁另一過，Adobe 轉個頭就買起咗當時擁有 Freehand 嘅 Macromedia， 一買到手，即刻將 Freehand 雪藏，停止更新，逼晒所有用家轉去用 Illustrator。呢種資本市場嘅戰術就係為咗壟斷。壟斷咗之後會有咩後果？就係大家而家見到嘅咁，俾科網巨頭撳住搶。以前買軟件係一筆過買斷，你自己擁有個 license， 但Adobe 後來轉晒做 SaaS 訂閱制，你要每個月交租先用得。我見到網上好多師兄都喺度鬧，話Adobe收費極度唔透明。你以為免費試用7日之後係逐個月俾錢？點知原來你撳嗰個所謂月費，其實係一份綁死1年嘅合約，只係分期每個月扣你錢。到你想中途取消嗰陣，佢就彈個取消手續費出嚟，要你一次過賠剩低合約期嘅一半錢。呢種割韭菜項目嘅底層邏輯，就係利用散戶同小商戶怕麻煩同冇睇清楚條款嘅弱點，將違約金變成公司極度龐大嘅利潤來源。其實爆呢啲大鱷嘅鑊係有風險嘅。你哋嘅一個熱推就係財哥繼續死合嘅底氣，大家撳個熱推等真相傳得更遠。我哋繼續拆落去。喺 Adobe 呢種瘋狂吸血嘅背景下，Figma 橫空出世。Figma 唔係一間普通嘅軟件公司，佢嘅底層架構完全顛覆咗 Adobe 嗰套。Adobe 啲軟件出名大食，喐啲就食晒你部電腦啲 RAM， 死機係家常便飯。但 Figma 行嘅係 browser-based 網頁端，極度輕量化，仲主打多人實時協作，好似你班手足一齊開張 Google Doc 咁，大家可以同時喺一個設計圖上面改嘢。對於好多初創公司同企業嚟講，Figma 嘅獲客成本極低。因為佢有個好慷慨嘅免費版本，用家試過覺得好用，自然會成間公司轉過去。對於一間初創嚟講，早期點樣捱過 cash flow 斷裂嘅生死關頭係最考功夫嘅。我見過無數老細，明明指 product 好好，但就係爭一啖氣。有時你打開信箱，收到銀行 call 封信，睇到封信嗰陣，成個人飆冷汗，知道大鑊了，下個月出糧都成問題，仲點同巨頭鬥？Figma 當時雖然已經好成功，
但夾埋都只係融資咗3.3億美金。面對住市值過千億嘅 Adobe，其實都係如履薄冰。所以去到2022年9月，當 Adobe 宣要用200億美金收購 Figma 嗰陣，成個科技圈都震驚咗。200億美金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對於 Figma 嘅投資者同創辦人嚟講，呢個 offer 根本無法拒絕。當時好多 Figma 嘅死忠用家直頭覺得世界末日，知道 Adobe 買完實會好似當年對付 Freehand 咁，將 Figma 陰乾或者夾硬塞入去 Creative Cloud 度逼人俾貴月費。但係奇就喺呢個時候發生。我哋做老闆同風投 VC 簽 term sheet 嗰陣，一定會睇清啲伏位同對賭陷阱。Adobe 當時為咗展現誠意，又或者係佢哋太過自大，覺得一定過到反壟斷審查，竟然喺份收購協議入面加咗一條10億美金嘅反向分手費，即係話如果單交易因為監管問題搞唔成，Adobe 要無條件賠10億美金現金俾 Figma。結果呢，Adobe 嘅管理層完全錯判咗政策風險同監管黑天鵝。美國 FTC 嘅主席 Lina Khan 上台之後，作風極度強硬，專門打擊科技巨頭壟斷。同時，英國嘅 CMA 同歐盟都企出嚟反對。佢哋好清楚 Adobe 買 Figma 唔係為咗創新，而係為咗消滅未來嘅對手。經過成整1年嘅拉鋸，Adobe 發現根本過唔到關，焗住喺2023年底宣放棄收購。就係呢一下，命運嘅齒輪開始瘋狂轉動。根據合約，Adobe 要喺3個工作天內將10億美金打入 Figma 嘅戶口。大家要明白10億美金現金流對一間 startup 嚟講係咩概念。Figma 成立咁多年，由頭到尾都只係用咗3.3億美金。而家對手一次過送多3倍嘅錢俾你，呢筆錢足夠 Figma 喺零收入嘅情況下舒舒服服燒足2-3年。好多初創公司突然有咁大筆旺財，通常就會開始亂使錢，請幾千個廢人返嚟租最貴嘅 office。但 Figma 嘅管理層極度清醒，佢哋將呢筆錢全部揼落去研發度。佢哋好清楚 Adobe 已經視佢哋為眼中釘，呢場仗只有你死我亡。Figma 喺短時間內瘋狂擴張產品線，推出咗 Figma Make、Figma Draw、Figma Grid 仲有 Figma Size。佢哋唔單止做 UI 設計，仲踩過界做埋白板、網站生成同埋 AI 工具。而喺同一時間 Adobe 就頭頭碰住黑，因為佢哋嗰種隱藏取消手續費嘅做法實在太過火，終於激嬲咗美國政府。FTC 直接將 Adobe 告上法庭，指控佢哋刻意隱瞞條款，將消費者鎖死喺唔想要嘅訂閱入面。為咗揾新出路， Adobe 嗱臨推行 AI 功能，但又衰多版，佢哋竟然暗改條款，話有權睇同埋用客戶嘅作品去訓練自己嘅 size。你要知道，用 Adobe 嘅好多都係荷里活電影公司或者大型廣告商，大家都有簽晒保密協議。你偷用人哋未出街嘅作品去練 AI， 人哋即刻反，搞到最後 Adobe 要跪低道歉。一邊係瘋狂擴張，手握10億美金彈藥嘅 Figma， 另一邊係官司纏身，得罪晒全世界用家嘅 Adobe。數據係唔會呃人嘅。Figma 喺2023年嘅營收係5.5億美金，去到2024年已經跳升到7.49億美金，增長率高達48%。最恐怖嘅係佢唔係燒錢換市場，佢係有錢賺嘅。2025年第一季 Figma 嘅淨利潤有4500萬美金，利潤率有17%。全球財富500強嘅公司有95%都用緊 Figma。終於去到2025年7月31日 Figma 迎來咗佢嘅大結局，正式掛牌上市。當時佢哋定價係每股33美金，估值大概193億美金，同當年Adobe提出嘅收購價差唔多。但係市場嘅反應瘋狂到極點，一開市個價已經爆上85美金，最高仲衝到124美金。收市嗰陣，Figma 嘅市值去到驚人嘅680億美金，
雖然之後股價有回調，但呢個已經係2025年最大、最成功嘅 IPO。成件事最諷刺嘅地方係咩？係Adobe親手將自己最強大嘅敵人送上神。如果Adobe當初冇提出收購 Figma， 就算發展得好，都冇可能有10億美金無端端跌落嚟做研發。如果Adobe冇一直用各種吸血條款去詐騙啲用家，市場就冇咁大嘅反抗情緒去支持 Figma。資本市場從來都係講求利益最大化。但當一間巨頭忘記咗做產品嘅初心，淨係諗住用錢去搭雞棚、消滅對手嘅時候，市場一定會教佢做人。我哋做生意，護城河絕對唔係靠鎖死個客或者買起對手去建立嘅。真正嘅護城河係你嘅產品比人哋好用，係你嘅架構比人哋先進。Figma 用輕量化同協作打贏咗大食臃腫嘅 Adobe 系統。呢個就係科技進步嘅規律。講到底，有競爭先有進步。如果成個市場得返一個玩家，消費者就永遠只可以做砧板上嘅肉。今日拆解到呢度，希望大家做生意或者投資都可以睇清大局，唔好做被割嘅韭菜。下次再同大家拆解更多商業硬核真相，大家記住好好消化下。我哋下期見。